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没有睡着啊？没有。他接下来，这是我的子女，他刚刚会吵一整个晚上，你要原谅他的。他跟我一样，小时候很吵的那种。好，那我是署命，我来自台东，我阿美族的。刚刚都天唱了很多吟唱，就是有一些是古调改编。今天的编制很特别，算是我平常表演里面最特殊的一次了。我以前都是玩摇滚，要不然就民谣。现在走气质路线。如果认识署命的人，可能会觉得跟以前的表演差很多。刚刚那2首歌算是今天晚上最高潮的节目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可能我们就用心理的交通，好不好？交通。对，心理交通。有啦，有穿比较好看一点，比以前干净多一点。难得穿西装，我也自己很不舒服。忍耐一下，好不好？忍耐一下。然后还有一首歌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是我自己创作的。这首歌叫《曲水歌》因为第一次跟提琴这样的组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提琴是西方乐器的古典阿美族的火哈样好一样，也是我们阿美族音乐里面的古典乐。我用这样2种不一样的素材创作了一首歌叫《曲水歌》不一样的古典音乐结合在一起，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大家听听看，装一下气质前面会有很冗长的一段前奏，那么就练习听一下，很不一样的感觉。这首歌《曲水歌》。